終於都知道珠海市區嘅二手樓點解咁難賣啦！哇，你睇下依家華發最新一代嘅好房子，單呢個大門口都有100米嘅長度，哦，感受下呢個入戶嘅位置啦，幾闊落係嘛？嗱，有2000平方嘅業主會所，做埋空中花園，實用率可以做到100%啊！嚟一齊上去示範單位睇睇啦。嗱，由門口呢個位置咧，咁長嘅入戶位置，全部都係送晒俾你噶。呢個面積咧係112平方嘅一個4房。嗱，呢啲收納櫃俾你睇下，幾靚啊，係嘛？嗱，呢邊有個生活陽台噶啦，廚房咧係呢種半開放式嘅廚房，全部都係膠標嚟嘅，空調都係膠標，係一線嘅山景宏廳5米嘅開間，真係相當少有嘅，又相當之實用。咁我哋樓下會所咧係2000個平方嘅吓，咁你揸車翻港珠澳口岸咧，大概係12分鐘嘅車程，相當方便。嗱，主人房送埋個270景觀飄窗，睇山景湖景。嗱，仲要係咩咧？呢度仲預留咗一排衣櫃嘅位置，而且個衛生間乾濕分離，係嘛？咁靚嘅樓，嗱嗱聲，下方666發資料俾大家睇睇。